总是相逢应不识，生儿迷冰水霜。做人算这样难，你姑妈借3000块洋钿，哎呀，老师我几乎能够卡完。再接下来，你姑妈说你要跟你一道去，这个老师，我想你叫我哪说法呢？不像我啥，我当时媒婆是两家头已经哥哥妹妹，这个两家头有几句闲话要讲，你个长辈，你坐了边上，你也晓得，你三个就是电灯泡这样走了了，氛围全部把你破坏，你搞啥个名堂去？一发回头，一动脑筋嘛，我说妈，你明天你用不了去的呀？为什么？我知道你是不是担心这3000块钱给我丢了？我这么大的人，我怎么会把3000块钱丢了呢？你放心就是了，我一定会把3000块钱给送到。我说姑妈，你用不了去，你身体不怎么好，你放在说话的时候，一会儿头疼，一会儿不疼，一会儿头疼，一会儿又不疼。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头疼的，你明天得看医生，在家里好好的休息休息。你用不了去的，真的。我懂的呀，3000块一个，人太少一个。少华，姑妈是在想，我看这梅姑娘你说的怎么好怎么好的，我还想问问你呢，你心里到底喜欢梅姑娘吗？我说，姑妈你怎么问这样的话？这让我怎么说呢？哎呀，没事儿，说说看，喜欢吗？也说不上喜欢，就是和他分开一会儿，我老想着他。哟，可是欢喜得不得了了还，跟我爸看得中难关。少华，姑妈是想说，梅姑娘我去瞧瞧，要是真瞧下来好呀，哎，你爸爸妈妈那儿和我那儿要去吗？要去的。哎呦，老师，我随嘴的砰，要就说出来，要去的。啥体在那激动？记得老师我让他嘴里浪向打媒婆上一些辰光，你已经觉着聪明人嘛，马上就觉着自家欢喜梅姑娘，那梅姑娘实在对我还是中意。但是老师我已经想到了将来，你跟两家头要成为夫妻，难上加难。哪会得难？那就是6个字：门不当，户不对。你想你搿家人家几乎感动的，而媒婆搿家人家，你想我搿爷你哪肯答应？所以搿个一种关，你随便哪冲不过去。所以陆师我已经让他动搿个脑筋。想不到姑妈，你刚刚你老老实实。假使是你中意的事物，你做主，可是我眼睛在看下来，你搿个屋里本来所有的事体侪你爷做主，啥个闲话侪听你的。但是自从来自姑妈之后，啥个闲话我看得出啊，爷侪要听姑妈的，所以姑妈你听的。假使是你看中梅姑娘，你得中意的，你爷假使反对。搿是我啥客气？你跟妈听懂，我带你跟妈睡3岁，我当那老头子也要试试看呢。哈呀，个老师我激动，我说姑妈你要去的，你一定要去的，要去的，要去的，要去的。哎呦，哎呦。我知道头疼，其实我好了，其实姑妈你没关系的，你头疼一会儿头疼，一会儿你就不疼了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明儿一早啊，先把金表赎回来啊。这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金表赎回来的。姑妈，去睡，时间真不早了，谢谢姑妈。今天不用谢，怎么说呢？那和姑妈再见了。可是你别忘了，明天早晨你就把钱给取出来啊！知道了。啊，他的爸爸去睡吧，非常的危险的啊！知道了。好吧，再见。去吧。老手卡我身体阿拉条水，忙着给他门口水，快过来！不晓得搿只脚刚刚跨出去，微风达到搿个地浪向的，说出来着，姑妈。啥个事体忘记脱咋？什么事儿呢？知道了。哎呀，那晚刚是跟我有什么子呀？你不知道，他爸爸现在就躺在床上，就喘气着。哎，
知道了，去吧。就等着用啊！姑妈再见。身体咔啦就说，哗哗哗哗哗，发现这个指甲刚刚护住。姑妈，又怎么了？什么事儿了？我说姑妈，哦，你要不要看梅姑娘呢？啊，是生必有照片啊！你有相片拿出来。相片我是没有，那怎么？可是梅姑娘她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呢。7岁忙着你梳妆台上像一张照片，当一指，心里哪边那个？非是的个。你是不知道。我看见梅姑娘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哎，梅姑娘怎么和你那么像？还是当时我就觉得奇怪。姑妈，头疼，我知道又头疼。我说姑妈，你今天头疼啊？你明天不能头疼啊？明天那是干嘛呢？这姑妈，明朝过来，那要紧事体，那头发痛和伤命到紧。陆少，现在辰光不早了，要紧回转自家房间，那么就要等明朝这个日脚。有听众啊，听是非常疙瘩。这是因为是那个书啊，你说出流动来着。哎，你光是这个录像也给的。哎，那么美国个药吹海棠给的，你哪不说呢？听众们，书叫吹海棠，其实吹海棠搿个人听我闲话啊。我关这里起来，你就起来；我关这里困觉，你就困觉。所以所有的辰光，现在三娘不录像伊，现在我关这里起来着。吹海棠等到醒是啥个辰光呢？是夜里向去的9点钟光景里醒着，有2天中夜下去啊，有道理。但是等到你醒转来的辰光，哪能嘴巴，哎呀，干得帮出，要想吃茶的，眼睛张开来一看呢，房间里没得人吃喝。那么你也关着，嘴巴里吞出来就是美宝，一海没能茶会得端过来。发觉到海棠去没回应，那么吹海棠在边浪向搿只竹榻一看呢，搿只竹榻浪向边头有得真真实实，上浪向没人。吹海棠不晓得现在啥个辰光，估计上去呢，现在是夜里，不等啥是夜里。我想上去囡恩呢，总辣外头，那么是搿个囡恩是应该到外头去追追。吹海棠毫无责怪之心，为啥？日里辰光，凡是眼睛张开来，囡恩就坐了上半边啊。小囡呀，还要咽气，那么趁我困着的辰光，外头去追追是应该的。虽然搿辰光只听见外头的市民中当，吹海棠幽关不晓得搿是啥个辰光，因为过去辰光钟啊，1点钟的辰光打一记，半点钟的辰光你也是打一记，7分钟。那么哪能就等？还不晓得等天花辰光，只听见外头当当当当当。那么困辣床浪向个吹海棠，那么就数了1记、2记、3记、4记，一数数下来几点钟？10点钟。奇怪了，侬啊，10点钟哪会得辣浪落单？吹海棠就想10点钟。10点钟的夜里向啥地方好不想啊？今夜不走啊！你到底让人落单？侬今夜不走，当也是1记10点半，那吹海棠心里啥事情？侬让人落单呀！突然把他吹海棠想了一桩事体，啥个事体？现在是清醒着，就是搿个50块洋钿。只怕囡恩走搿一条路，囡恩啊囡恩，假使拿到搿趟上下去，你为此拿爷来走搿个一条路，搿个16年，惶恐。吹海棠脑子里向，现在说起来，钻到女国嘴里向去个只，搿年头拔进去子拔不出来个只，还有火车上走落，只听见外头当当当当，搿每一记。啥天11点钟，侬啊，你还要上假释，你肯定辣浪该的。11点钟，我唱戏搿个辰光我也要转来。你现在胆子大，我辣辣屋里，你居然11点钟你还分到屋里呀？你啊，听见了，再听见一阵非常轻的脚步声音，一步一步过来，就追到搿个门跟上，停着，
侬趁崔海棠心想里恨不得上了想，砰抽起来个门拉开来，我非要门我上去，把耳光给画上去啊！崔海棠好大啊，但是没力气。崔海棠现在辰光没力气，实际崔海棠，我当读书，其实现在属于弥留之际，根本没力气。那么实际上吧。让我看，让我一张眼睛我来看，我一看就晓得侬从罗大走来。崔海棠身体啪一只，不是往里向，是往外头啪一翻，眼睛闭拢。我明白啦，哎呦，开心哦！少天嘛3000块有十路，要有卷子哪边考我？一路回出来打进财房，哎呀，想不在。哎呦，明白啊，今朝做的太晚了。要不是俺们性格，轻轻就可好，所以一步一步让我移过来。一旦门跟水，跟你都破了门廊一听嘛，要困着了啦。轻轻就闪开，人带里向，门关上，仔细喊门，忙着自个上衣上一走。想想世高天上哪有落下要这样的害人？那没办，你想不想着呀？哎呦，激动呀！搿种激动是闪闪间的激动，自个哭起来风刮着的。这位少爷可真好。崔海棠耳朵里向听得清清爽爽，这位少爷真好。这样男人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侬拿从搿趟上火走来。哎呀！有的第一句，半有第二句。门在3000块送得来，我夫人说要去鲁高，明儿个我一定要去。我就是，明朝我要去，明朝我要去。崔海棠跟后山平常可不是里向上来个子。哎呀，没办法呀！哎呀，要拿口水咳得人家结棍讲，眼睛灯笼亮了。爸爸，你怎么了？咳得这么厉害？来，起来。想喝水呢？哦，等一下哦，那要带杯水过来嘛。来，爸爸，喝水。崔海棠，搿个杯子辣辣水浪向往上端，但是搿个眼睛里发空啊，里带囡辣浪看。哎呦，肯定搿趟上火转来，我还拿看你身浪向，拿看身浪向衣裳上头还有蝴蝶了噻。记得崔海棠拿搿个。所以搿算叫心情，搿衣裳是难搭侬做呀，搿啥个名堂琴，搿个料子是难打走来搿啥个名堂琴，搿辰光脑子里向侪往课堂上我想着。我说美芳啊，爸爸，这么晚回来，你到哪儿去了啊？哎呀，要不是现在醒啊，肯定醒过在。啊，我是瞧着您睡着了，我也没什么事儿，我出去溜达溜达。溜达，哎，有这么晚才回来啊？啊，是的，我是又想着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呢？我怕你醒了肚子饿，所以我去买点心了。买什么点心啊？孔子娘是去烧个点心家，一看副眼，居心在那边了。爸爸，您瞧，面包。崔海棠看过去，面包。侬拿手里当拿也一只眼睛，看不出来，一只面包。小陈侬搿日天医院里向转来，我不要吃，啥个侪不要吃，买一只面包拨侬吃。我真的吃不落搿只面包，辣浪搿台子浪向2日天，已经蛮硬着。屋里向只有这样规矩，我不碰侬，不会得去动一动，啥个咬一口。侬拿石头当拿也一只眼睛看不见呢啊！记得趁崔海棠的心思里恨不得你培养门清爽，但是到今朝伊搿种人的身体，没办样子呀，没办样子呀。但是不要急，等到我明朝有力气，我背起来，我一定拿搿桩事体我搭理弄清爽。吃不下。啊，吃不下，睡吧。啊，那您睡吧啊。睡吧。哎，我也睡了啊。
搿煤板哪困得着？搿么煤板啊，拿到窑缸呢？你这个窑搿里向不烤下来，不能光煤板的窑。三姑娘想得这一点，为啥？现在讲得蛮黑，人家3000块洋钿送得来，世高天浪向事体啊，不怕一万，谁怕万一？万一人家搿3000块不来呢？我现在到窑缸白开心，人家一起，那么身体高你不黑。那么再说，我现在到窑缸，真正动地拿得来，现在要开心，人家拿得来还要开心，一夜天反困，搿身体哪好得是呢？实讲，今朝搿不讲，人家拿着铜钿子，一讲一顿当讲，一敲稳，一顿当敲稳。搿么讲了不讲，我心里向自家还不定个呀，哪困得着呢？困不着么哪？翻身了，没办啊。你困个不是中巴上，你困个捉他呀！你还是个忙噶？哎呦，飞过去，接来来，飞过来，嘎啦啦！崔海棠搿个一夜天，几乎分困着。一小时过到来早，早晨的天蒙蒙亮，搿崔海棠搿种房间，搿种飞屏啊，闷死着。硬桌子上撑起来，坐了上面半边，如果门推开来，透空气。就看见个通道里向有一个人在忙，一个人在忙，再过来，再过去，再过去，再过再忙了。啥人？茶房阿兵搿个小头。突然崔海棠就想着，囡我每天天夜里向出去，连到啥地方去？搿个一个人瞒不脱你。有了，一只灯，灯到囡起来，全部弄好叮当，没吧？爸爸，今天好点吗？好多了。哎，我瞧着也好点了呢。你给爸爸去买一碗面。买面什么面？最好是虾仁面。哎呦，个面板是烤啊！为啥？要是从困的，随便问你阿想吃啥，总归是饭吃。今朝要吃花仁面，说明还是不晓得。那爸爸我去啊，脑子上好了芝麻，让你去买面。等到对囡最后硬桌子上撑起来，到通道里等，总算看见搿个小囡拿搿个小囡喊到房间里向。搿个小囡还是蛮老实，那一问讲不难听，看见那个囡每日天夜里向出去，但是不是一个人出去，李宇大半，啥人来隔壁头双个房间里向一个老头子那里打出去了。搿个老头子做啥个事体呢？搿个老头子卖唱的，来个囡出去卖唱。崔海棠听到搿搭，那搿心啊稍微落下去点啊。搿是我昨日夜里向我想错着。但是囡啊囡，原来呢每日天夜里出去，你出去卖唱，你也晓得搿看饭计划危险呢啊！你居然也瞒脱我做搿种事体，那么囡不懂，边浪向有个老头子连带你出去，趁囡还分手来，我去警告搿个老头子，你假使再敢带我囡出去，根本没啥客气，我崔海棠我打你拼命！崔海棠倒蛮凶嘛。还有弄打别人家拼命，通光一个宝贝囡掌上明珠，你要从我手浪向得脱你嘛，当然要当你拼命。崔海棠不顾自家的性命啊，气冲冲过来，心里向有气，各位这个绑门的声音当然两样，当当当当当当当敲上去，大清了子。后本到老先生，那个门梆梆梆敲得这样响，啥人家？你个生男孩姑娘没错啊。总以为是茶房阿兵，是吧？也是来烧套房，一动力的烧。可小姑娘凶啊！过来嘛！我知道是的，又是阿兵。预备人相目，拿我们棒拉开来，对门口的一看嘛，哇！可小姑娘汪一声喊起来，啪！奔进去嘛，爷爷不好了，一个活鬼来了！来了，对你妈妈你不喊闲话，大清来着，我举了回去。好了，边浪向等等啊！自家过来，头抬起来一看嘛。哎呦，崔海棠嘛，哪晓得哎呀，慢板是搿个样，那个样面孔光脱在，一张眼睛出问题。说是个来了是里粉丝啊，你想也是激动也是难过嘛。哎呀，我当啥人？侯先生喂，你还
了，胡先生。闲话分讲啥？我也不认得你，你倒已经晓得我胡先生还是一里香，开口闭口不是好人。马上去想到倒是中原之乡，你姓韩，我姓韩啊，必姓韩啊。你叫韩本道。对。我问你，啊，是你别笑。你那是俺凶个家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，偷偷的骗我的闺女出去卖枪？但得吃做饭，搿个听得懂了呀。啥个骗人都能，我也谋他的搿闲话叫难听啊。胡先生，搿个里向我还是话，我还是话。误会。我哪做得出骗人都能三跤呢？生多能三跤，全我努力讨去。你这个老东西！哎呦，崔海浪蛮凶的。哎呦，我懒东西了，真的呀。你以为我不懂啊？我的闺女要求你带她出去卖唱，你境况不好。我的境况不好，打听，你出去打听。我秋海棠的环境不好，我在天长舞台唱戏，我挂2排，我每天包银4块大洋，我的环境不好啊。先生，你没说个过年包了4块大洋的事体嘛？我不清爽，我真的不清爽，我只晓得你都美姑娘当我是个，是你了啷？天然舞台4国洋的一夜天做啥天边上？所以到了谁啥地方有个地洞让我走走。哎呀，个囡儿呢，这个不懂事体啊！你要4国洋的做啥天边上？你哪可以去讲给别人啊听？崔海棠几乎要面子的人啊，绝儿啊，几乎要面子。别人啊，当一句我对穿，面孔上的羞红，心里已经清爽了。也喜欢对子别人，你这个老东西，这老东西，别人还是恩公。大内囡儿出去是就那家人家搞啥能当亲？是谁不清爽？囡儿小人，为此别人家帮忙，崔海棠就是个地方知错即改。对不起。是你想我回来了，那么真的我们人多有得罪。多包涵不，胡先生，那么真的不好意思，不，我说出来我害骂不好事，是我不好，因为当你打招呼个要是能够，哪里你是帮了我们的忙？你都美姑娘话规则是规则乖，你这个事情不能你晓得个了。我不是他告诉我的，是我自个儿打听来的。是搞打听所以这里面有可是3000块个事体说不晓得个嘞。崔海棠你算不得。老让你直播里得是什么的？3000块呢？什么3000块钱呢？哦哟，那咋随便吧？来，胡先生进来。等我给他讲随便，你不方便。来，先把崔海棠是3000块你把你偷进去个呀？进。哎呀，胡先生，你不晓得我是那个粉丝呀！从前你那天津市，哎呀，我跟来跟去，也想叫你签个名啊，签不上高。哎呀，今天还等你排队，什么这个靠啊靠！3000块钱的。什么事呢？我把滚他头上搭里讲从前的事情，别人讲为此3000块进来了呀！胡先生，别叫啊！这个农小叫不能养着个，这样的女儿世纪风。你领只飞步，一片小心飞天表来唱。身福，你们是多情深，有生之想这样的妇女生心，令人生羡慕。你说的
的，好都说的。真好，要为侬嘛，侬为要为说得好说。得我跟你讲，胡先生，随便啥事体叫否决他来，那是与八毛早，世界上世界多，一为啥意？牛相送。你们从前需要太粗头，胡先生，世界上世界都经济压力下，3000块洋钿呀送得来，那么难于举着。你说这位少爷姓罗，姓罗，叫罗少华，沈阳个毕业生啊！我大学生不是毕业生，我很激动得来昏脱个在。哎，那么还是3000块。今晚今朝7点钟啊，来辰光3000块，3000块吧。 月余生，一判定，当日相依那相妙美宝啊，我为了你女儿苦思索。能啊能，你难些多。你以为你爷搿2日天困辣床浪向糊里糊涂，其实我心里想，我是啥垃事情，我是有辣浪想。 等到我眼睛闭住之后，那囡何去何从？2日天总算把我想出来。那囡只要交拨一个人，我放心。啥人？那就是师兄邵玉坤。但是师兄是辣浪天津。 所以当中王里为缺的一个环节，定好有一个人陪着囡，我里送到天津，送到师兄手浪向，那么我心定着。那几下，你为了你弟弟一日费尽身。 能啊能！哎呀，我哪说呢？侬那个胆子真的大腿啊！你居然马上去开门，把人家讲3000块洋钿，3000块啊！这不行，侬，我何生何世为难？我只能何生何世为难子。 但是侬呢年纪尚轻，你考虑问题啊，你分考虑最前。你以为侬爷3000块能拿得来送进医院，那所有的事体侪解决了，反今朝侬送进医院，搿个毛病看得好也好，看勿好也好，不碰着那个娘，没用噻。搿个铜钿呢，总归要还啊。 要还拨人家，你弄啥么去还拨人家呢？但是你要是没动体去还拨人家，也是有个负债之为啊！有句话叫负债之为，为啥？就是为你搿个人，你也晓得。老先生闲话里向，你听得懂，听得清爽。
那富家子弟的是良医，分明是身上一片母爱心。各位少爷，你晓得你为不出，你是有心嫁不来，你是看中的有心嫁不来，不是教我。其实是教我是生路，我非必心放心。这个侬都是老古话叫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再欢喜搿个侬，终于一日天，你要出家，你要离开我崔海棠，总归要走的。但是有句老古话不错啊，叫人富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夫妻道理再能恩爱，再能要好，终于看过。等到搿个一日天，夫妻两家头砰个闲话一碰起来，搿个辰光侬乃就晓得，乃辣侬搿家人家屋里向，乃个地位是最低最低。为啥？因为乃几乎是低中低的搿家人家屋里向来。等到乃侬觉着，乃要想寻娘，娘寻勿着，乃想着要已经走着，你若的娘也是要来分美宝啊！这一切呢，都是爸爸，都是爸爸，对不住你美宝啊！为什么朋友们不是崔海棠帮子老了我们汪浪一上海出来，不是？其实搿是越了崔海棠心里向各种痛苦啊，各种忧愁，各种愤懑，搿个叫拿海帮里向海出来。我崔海棠，我算啥个娘个牙？我算啥个牙？我搿个小囡养出来，我不理过啥个好日将努力拖到乡下的苦地吃足接足，到今朝你大道理上海里的三顿饭，男人不能让你吃饱，你还算啥个牙？到今朝你搿个囡恩就是为之你搿个牙，你要用自家的青春去调那搿一条铺子落索的命，还不是青春，是囡恩的一生调，一生调。侬啊，你搿门心要领着，但是侬啊，活辣搿个世界浪向，顶顶要紧，那才是实真，才是真重，反不被人家看不起。但是搿家人家屋里向吃杂不用税，但是将下来，你搿里向要睡得上哎。为好，啥体为好？我为眼睛张了浪个辰光，拨我听见，搿么今朝我还可以。搿桩事体做当，我来拉脱，我不让侬进搿家人家是金山银山，我不让侬进去。崔海棠是啥对样的人？不晓得刚正要开口哦，大概是动之真气了，叫啥搿个里向一刻没崔海棠晓得，不来我当着别人家的面那个血花出来，几乎难看，妖精水哗上去。水一荡不里荡了，等到来水拉开来一看，水身上像一滩水血。崔海棠到搿个辰光，两个字叫人命。崔海棠现在辰光，你可以阻挡搿桩事体，但是留下来，你会记一天，你就要还下去着。等到你死之后。侬哪能办？侬就只能辣浪搿人生的十字路口轰天抢地。辣浪搿个辰光，难道是你搿个爷，你还能够保护搿个囡恩啊？你活辣浪个辰光，你上去不能保护自家个囡恩，难道你辣浪冥冥之中，你能够帮囡恩个忙？人命者，崔海棠搿一个人苦对妻子实良心，从来帮人命，但是多些辰光人者。或许搿个就是天意，天不会再帮你崔海棠个忙，但是看不下去，实际上是帮你囡恩个忙吧，先拿你囡恩解决出去。
再派一个新的人，或者罗氏一样的人来，侬拿囡恩救出去。或许搿个算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一鼓作气，美宝如意，一泓清溪，空莫风凉。往昔路上爱心去，去海棠石头也爱人。他是闭双睛，爱像女儿好啊，失去他不觉已泪淋没宝啊，几代谁去望红日，今日里我要跟随你女儿去相亲。是个三千块养的一个事体是几乎重要，你眼睛里看出来重要，我当然也晓得重要，但是辣我心里想更重要的是你囡恩的终身大事，让我去看一看囡恩。三头呀，随时讲一口气，随时讲一双眼睛，但是我晓得，凭我的经历，凭我的经验，我看得出，这个社会有大和尚，这个一位恩公，你是难品质的一个青年，让我去看一看。他是真眼目，定一定神没报。你上弟弟再做一次好福亲。水海棠虽是啥刚欢喜侬啊，也为侬为呀，搿家人家真的没闲话讲。水海棠你哪想得到，你夜里向要跟侬去，你不晓得你个娘还过来着，那是为了得，你回来是母女相会，夫妻相会。门着其中。